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0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7篇，撒母耳記上卷25章23節到35節，雅各書第5章第7節到12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有福的人。咱昨有講到拿伯伊真輕視侮辱大衛，所以大衛就決定要付出行動。當大衛帶着400個大軍攏掠着刀，帶着刀要去甲拿伯來相戰的時陣，半路卻拄着拿伯的某艾比該，伊甲先生拿伯完全會無同款。艾比該是一位真客氣閣有禮貌的人，因為安尼伫咧拄着大衛了後，伊就表達對大衛的敬意，並且來贈送禮物，彼此成做對方的祝福。撒母耳記上卷25章23節到35節，安尼咧記載。艾比該看到大衛，趕緊對利亞來落來，佇大衛的面前拍佇塗骹拜伊。艾比該拍佇伊的骹前講：我的主啊，攏是我毋對，求你准你的女婢講互你聽，請聽女婢的話，我的主，莫插迄個性情凶惡的人，伊叫做拿伯，名副其實的戇人。毋過我你的女婢無拄着我的主所派來的少年人，我的主啊，既然上主阻止你無犯害死人的罪，無互你親手替家己報仇，我只着永遠上主甲你的性命救絕。願我的主會對敵甲過無要加害你，甲所有甲拿伯的同款。當你的女婢帶來互我的主的禮物，請分予對我主的少年人，求你寬赦你女婢的罪過。上主一定會甲我的主建立穩固的王朝，因為我的主為着上主交戰，叫你一生找袂出有啥物過失。雖然有人起來對入你，笑笑你的性命，毋過我的主的性命會得到上主你的上帝保護，親像在保護着貴重的寶物。你對弟弟的性命會互上主合格，親像用你說也列出去，讓上主照伊對我的主所應允的成就一切好處。選入你做以色列領袖的時，我的主就毋免為着無緣無故害人，而是替伊家己報仇，直到後悔自責。當上主賜福予我的主的時，求你會記得你的女婢。大衛甲艾比該講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應該受稱讚，因為今仔日找你來見我，你甲你的見識攏真通學樂。因為今仔日你阻止我無親手報仇，我無犯着害死人的罪。上主有阻止我無傷害你。佇上主以色列永遠上帝的面前，我敢講，加在有你隨時來趕來見我，若無到明仔早起，所有屬拿伯的查甫人一定連一個攏袂活地。然後大衛接受艾比該所帶來的禮物，就甲伊講：你通平安倒轉去恁兜，我知你的意思，我答應你。雅各提醒初代教會的兄弟姊妹愛耐心來聽候，就愛有信心來堅定，愛聽候上帝，安尼才會當蒙福。不但安尼，就愛成做一個誠實的人。雅各勉勵基督徒就愛這個誠實來回復。用耶穌基督的話來講，是就是，毋是就講毋是，才會當避免上帝的審判。雅各書第5章第7節到12節。所以兄弟姊妹着忍耐到主來臨。恁看農夫安怎佇田裡
宝贵的修成，以耐心听候春林秋雨，恁嘛着忍耐。恁的心若坚定，因为主地来临近啊。兄弟姊妹毋通互相埋怨，才免受上帝的审判。恁看，审判会徛伫门口啊！兄弟姊妹着用遐个奉主的名讲话的先知，做忍受苦难的模样。遐个吞忍到尾的，咱看因做有福气。恁捌看见约伯的忍耐，知主最后有安怎甲伊照顾？因为主充满怜悯甲慈爱。阮兄弟姊妹上重要的就是毋通指天地，还是什么物件手抓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安尼才免受到上帝的审判。诗篇57篇，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，我要秘伫你遐，秘伫你的十股的保护的下面，听候灾难拢过去。我要求至高的上主，逐项事拢甲我完成的上帝。上帝会对天使挽救我，互吞达我的人失败见效。上帝会对我喜乐、慈爱甲信实。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，因亲像狮咧长等要吞食人，因的喙齿亲像枪，亲像箭。因的齿亲像来的刀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搬过天，你的阳光遍照全地。因伫我的骹前设罗网，要互我屈服；伫我的面前开陷阱，家己颠倒搬落地内底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坚定。我要吟诗，要唱歌，称赞我的心神啊，着醒起来，起码说啦，着醒起来。我要甲日头叫醒，主啊！我要伫万民的中间感谢你，伫日邦的中间称赞你。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，你的信息透到强冲，上帝啊！愿你的伟大搬过天，愿你的阳光遍照全地。求主帮助阮学习诚信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请做一个有礼貌的基督徒，有人得意。我家己诚做有福气的人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